草泥马最强将发生堵水的意外，消防甲人救起来时，人已经被喘气，这是6天以来第2件。咱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来到台湾访问，伊是坐中营航空，今仔日透早4点半左右到位，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接机。以色列甲黎巴嫩虽然有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初六过去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方也随将对边境发动反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一件意外，这是昨下晡发生在闽东的马家乡，这草泥马的这个水墙是发生一个堵水的意外。消防把这个妇人救起来时，人已经被喘气。其实在劳动节迄天，附近另外一道水墙嘛来发生一个25岁的查甫人堵水死亡的案件。短6天以来，都有2个人堵水。这乡公所是表示讲，其实因拢有采这告示牌。提醒人莫落去耍水，想袂到也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合力要甲堵水的民众搬落山送病院，因为山路坎坷，因一步一步豆豆行。初六下晡1点外，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人伫马家乡的草泥马水墙发生意外，随出动9车22人去现场救援。一名大约61岁姓张的查某人和朋友到这耍水，煞去予水淹去。特殊人员对水底5公尺，把人救起来，但是落尾送病院宣告死亡。下午3点32分将患者急救至岸边并施予急救。那患者已没有生命征象，龙泉救护车将患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还是直接接诊，绳子预备好了。不幸的是5月7日差不多的时间点，伫马家乡另外一搭西洋水墙嘛发生堵水意外，一位25岁查甫人去淹死，2个水墙只有离500公尺左右，已经是6天内底发生第2件堵水的情况。热人到啊，消防单位呼吁民众耍水要经安全的地点。马家乡公所表示，因拢有放牌啊，各地民众唔通落水，避免发生意外。夏天的时候会啊，因为可是我们其实都有告示哦。都告示不能进水，禁止钓鱼，不能下水什么。可是大家都没有在看，没有办法去强制游客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公所也是会跑一个计划，就是让这边划定一个区啦。那他以后进去的话，就要经过合格合法的一个。马家乡公所科长讲，事发地点的排湾村原底就是因的发源地，尤其是山内的水墙对因来讲，拢是生命的源头，算是因的圣地，所以当地民众袂落去水墙耍。未来打算要使用申请的方式来管理，让专业人员陪伴进入，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食安问题来看，这高雄有消费者去一间高级食材店买一款包这咸2仁的旺来酥，伊拢总是买12盒。不过所发现这顶头呢有效日期，敢若是有互人改过，侦查过偌月的时间。也因为这改票仔呢是牵涉到食安的问题，业者是有出面来回答，讲当地理清原因。也那卫生局也随去到店头来稽查，看到底敢是有改票仔的状况。金色的字印伫咧包装盒仔顶悬，看起来真大版。这款包咸2仁的旺来酥是高雄一间高级食材行的招牌伴手礼之一。初五有民众去走行的分店买12盒，不过摕回去厝看详细，才发现代志无对同。盒仔顶悬的有效日期有2种，时间侦查过偌过，而且边仔阁有贴票的分者。民众质疑店家敢若有改票啊？大部分伫网络虽引起讨论，有民众感觉做生意无老实，实在真唔通。就是不要买过期的嘛。你快像 7。它快即食品，它也会说，它快即食啊，它会打折，它会讲什么爱真实嘛？那改标这种行为不对啊！因为改票啊，牵涉到食安的问题，进前这间店的蚵仔嘛，发生洗产地证据，卫生局早起也随派人去稽查。针对民众这支改票啊，实在行业者讲已经甲正版阿的产品拢落价增箱，等待卫生局来调查。这款产品全部拢是交给代工厂去做，店头这边完全无插手生产的规定，为什么会出现保存日期无同的状况？伊嘛等咧理清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改标，因为我们连那个钢印的日期都没有这个机器。那因为我们是跟那个代工厂配合，所以我们也还在跟代工厂这边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要跟所有的消费者去说声非常对不起、抱歉我们疏失的地方，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逐盒的去检查，而是成箱的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就收下来，然后甚至是在上架的过程，其实我们收到货
打开箱，我们其实就上架了。到底是改票啊，还是代工规定有突锤？佫需要等待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业者讲，这项往来所是逐礼拜拢会进过，到底是倒一批产品出问题，会甲卫生局配合调查厘清。消费者若是对产品有疑虑，拢会当成保存商品，到时会当摕来提前退货。记者郭家做邱超阳、高永昌报道。国立中正大学的犯罪防治系呢，是互人检举涉嫌以研究助学金的这个名义，要求学生加班，毋过煞无互人加班费。目前这检调人员已经查考工时的记录，也佮有薪水等等相关的资料，也来通知5位学生，也佮有3个教职人员到案。该校之5名工读生及3名行政人员，系基于协助厘清案情之立场，自行前往法务部调查局嘉义县调查站配合调查。检察官于办案期间并未开立拘票，亦无采取强制性之带回措施。学校同时关心受影响师生、教职员的权益以及身心状况，必要时会提供法律咨询、心理辅导以及校内的行政协助。若未来司法调查有明确的结果，学校也会依相关法规与校内程序来审慎处理。检调人员发现，讲这部分学生签到的记录，也佮有这上课的时间呢，其实是有定塔着的。薪水的清册也佮无共款的版本。校方是表示讲会来配合调查，后手会照这调查的结果，也佮有程序来处理。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了后，也拢已经全部离开。再来关心的是嘉义科学园区的台积电，即卖是当咧去先进防撞厂，毋过所发生这偷摕电缆线的代志。专案小组是发现一个姓曾的包厢负责人，也佮有2个员工，趁这天色暗、人较少的时，偷摕这园区内底电缆线的原物料，不法所得是有买500万遐尔济。检方是针对其中2个人甲求判10档，也来另外一个因为有甲这部分的钱甲摕倒来还，所以求判9档半。从头甲电缆线袂记录购物商，这代志就发生伫嘉义科学园区当咧起的台积电工区，因为小刷发生几落件电缆线互偷假的案件，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伫今年3月的时阵抓到偷假电缆线的犯人，竟然就是工区内底的包厢。上市公司报案电缆线遭窃，所以成立专案小组扩大搜证，发现本件为计划性、组织性的窃盗犯罪。立即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姓曾的包厢甲2名员工，自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3月期间，利用工区暗时工作人员较少的机会，偷假别的包厢放伫现场的电缆线，计共有4000外公尺，买钱将近买500万。具体庄男等人到案之后，并查获电缆线一批。庄男等人也经法院羁押获准，全案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嘉义地检署指出，检方伫指标性的产业工地来犯案，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甲产业发展，所以按刑法准强度罪嫌来起诉，并且求处3人10年到9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专案移送嘉义地方法院。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这云林甲南投的检方是抓到一桩非法乱倒废土的案件，这营建废弃物一个废土呢，拢总是有6万吨，地点是等伫云林、彰化甲南投3个县市，全部安尼加起来，乌心钱是赚超过1亿1千万。这涉案的10间公司，也有57个人拢予起诉。在70甲线边啊，规片山坡地整理土地填土，验过其实土坑内底也含营建混合废弃物。云林地检署查到一个跨县市废土的集团，有工程出土这边，也有中介投资厂的产业链，加32000吨废弃的土坑非法回填地。云林东市西里到南甲彰化市，涉案公司有10间，35人，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加水土保持法罪嫌起诉。涉嫌违反这个废弃物清理法，而且该业者甚至将部分土方运往某山坡地，这个也可能会构成水土保持法。检方去年9月伫云林抽检3脚车运送冰证，发现记录甲实际车流载运内容无符合，甲警方款管署组成专案小组一直查起去，结果发现台北一间营造公司承包台中市东方生活区快速道路磅坑工程，甲时间误掉的骨头糊红啊、蒙壁啊，还有砖甲这废弃物南这土坑运出来。为了省这处理费，今年9月投资厂暗号虚假申报，结果由找买土地公司在高市的农地也是山坡地去倒回填落去。不法利益6300万，环境复原费用爱1亿。土方或营建混合物并没有落地去做分类处理，而是直接就出来了。像这种我们叫绕场
做了一个假动作嘛。卡土机挖落去28000吨的建筑废弃物全部挖出来。南投县府甲警方2004年5月接到民众检举，发现鹿谷乡市长的地主免费提供2块土地予不肖业者，加新北南口当地28000吨的营建废弃物，粗灰啊装遐阿文土地倒落去填起来。南投地检署侦查终结，甲4个业者、市长的地主这22人依照废清法起诉。经查发现为这个地主免费提供土地来供这个业者，不法业者来回填堆置废弃物。那我们也配合检查的部分，将相关的土地所有人、承租人还有行为人一并起诉。4个15人不法的利益大约5180万。南投县环保局后续要求地主甲行为人提送一个清理计划，限期甲环境复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天新闻的前记者林新佑，伊毋但是协助中国来偷摕机密，而且搁伫咧网络来宣传统战。今仔头地检署是针对林新佑，也搁有6个退役的军人来提起公诉。其中，这林新佑因为涉犯着反渗透法、洗钱，也搁有污洗3项罪名，互检方加纠判5档至7档。社群平台分享日常工作情形，前中天记者兼任主播林新佑，敢若长期接受中国资助做白手套，乌西国军官兵、海巡人员偷摕国军作战机密。桥头地检署调查了后，7日宣布终结对伊甲6个现役军人提起公诉。自播这个反对罢免案的影片，在电视台还有社群媒体中发布，内容涉及反对罢免案之宣传。借以达到影响反对罢免案投票结果，收取渗透来源虚拟货币4325颗的资助报酬。除了这部网络节目来引导罢免案的行向，检方调查也发现，伊长期甲境外敌对势力集团4、5个成员合作，提供家己口座真侪乌洗资金管道，用钱引诱军人拍投降影片，今日吸收军人交一个公务军事机密，约定将军方内部相关军事公务机密及电池记录以手机拍摄后，透过通讯软体传给境外集团成员，以此收受对价。林新佑不法所得含现金货币大约30多万，检方认定伊涉犯反渗透法、洗钱甲污洗3罪，各求刑5年到7年，下求处7年相当徒刑。收钱的6个现退役军人因为交付秘密文书甲拍投降影片啊，伊则各案犯起诉，并且见证法院相当量刑。除了4个嫌犯，在押林新佑这6个人，初7个疑心桥头地方法院由院方来裁定是毋是接押。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的南美洲友邦巴拉圭，这总统贝尼亚是带团来到台湾国事访问，因是坐中营航空，今仔日透早4点35分的时已经到位，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亲身去甲接机。讲有笑，这是贝尼亚自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2届访问台湾，嘛是伊头1届的国事访问。罗总统是按算明仔载会以大军礼来甲伊迎接，而且也会送伊采玉大勋章来感谢伊针对这2国交情的贡献。另外，进前有传出这中国迄边有施压要巴拉圭呢，甲咱来断交。咱外交部是表示讲，这贝尼亚毋惊压力，要是来到台湾，这个行动就已经证明一切啊！再来关心这传习会是后礼拜要来举办，咱国安局长蔡明干是分析讲，其实美中之间的是有真侪争议性的议题，第一期内是真好解决的。也若这台湾议题，美国已经透过无共管道强调对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所以国安局会继续来关注。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中国足生气，特派解放军的军机歼10、歼16，还有无人机出海，结合军舰对台湾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掌握到，拢总有22架军机，其中有18架飞过海峡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加上军舰6架，公务船1架，甲台湾包围。今若对中国后礼拜传习会了后，是毋是会对台湾采取军事动作？国安局长蔡明干提出观察的指标，包括有5月中旬的川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那还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军事演习的时程，再加上11月份还有中共担任 APEC 的主席国，所以我们会把中共对台施压的一个样态手法结合到刚刚提到的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比较
后礼拜传习会会牵动印太区域局势，蔡明间分析经贸议题是重点，不过双方也有真侪争议的议题，第一内底是恶解决，所以研判传习会主要是要管理，不是解决问题，美中呈现脆弱的稳定局面。另外一方面，传习会嘛讨论台湾议题，引起朝野的关心。蔡明间嘛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讲到，无希望台湾、印太发生破坏事件，欢迎美方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这一次5月中的川习会是第一次，他今年后面还有好几次，所以第一次他很有可能只是在铺陈一些基本的立场。那后续的川习会实际的状况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后续会在持续追踪跟观察的重点。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劝导美国不要再挑衅各国。就像你听到美国在台海挑衅，你会有什么看法？我想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他一直希望是维持区域的稳定。谁在台海挑衅？那我想，中共在区域里面的军事扩张，应该是主要的变数跟主要的冲突的根源。针对各方特别条例协商破局，立委就关心讲，若无伫咧传习会进程通过，影响有偌大？蔡明间表示，若外界会质疑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嘛可能会影响到区域联防出现破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先来关心的，就是这国际邮轮洪迪亚斯号呢，是逼出有8个人，那像挖着汉塔病毒，目前有3个人已经死亡。即马这只邮轮是会驶去到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有3个患者也会坐专机去到荷兰来救治。世界卫生组织是证实讲，这当中呢有病例是已经验到的人喂人的安地斯病毒株。这个汉塔病毒感染的中心，荷兰籍洪迪亚斯邮轮，初6总算离开已经停3天的维德角，有个初9就会去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天尼利夫岛，船顶14个西班牙籍的乘客会送去到军病院隔离，其他国籍的乘客若准无镜头，就会送转去家己的国家。因若船顶3个来自英国、荷兰甲德国的患者，初6坐专机去到荷兰进行治疗。世界卫生专家指出，伫洪迪亚斯邮轮头一个感染者，应该是伫上船进前已经接触到鸟鼠等等的感染源。Donc le monsieur qui était sur le bateau, qui a embarqué le 1er avril et qui a commencé à être malade le 6 avril, n'a pas pu s'infecter sur le bateau ou sur une des îles. 世界卫生组织初6指出，洪迪亚斯邮轮感染的相关个案已经有8例，其中包括3例确诊，也佫有5例疑似病例，已经有3个人过身。有一个捌坐过这只邮轮的瑞士籍乘客，落船了后感觉无爽快就医，也验到汉塔病毒当中有人喂人能力的安地斯病毒株，而且致死率可能有5成。Andes, avec le syndrome pulmonaire qu'il peut provoquer, a un taux de mortalité qu'on estime entre 30 et 50%, ce qui est très élevé pour une maladie virale. Il faut garder en tête. 一个已经伫4月底落船的托尼基网红表示，就算4月12证实一个乘客死亡，也毋过船顶也是照常生活，完全无任何防护措施。Life continued. We again kept eating our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at the dining room all together, and it was open buffet. We didn't wear any masks. We were not told to wear masks. And they conducted group activities, lecture sessions, as usual.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虽然这届邮轮群组感染有警示意义，也毋过全球整体风险评估也是低等级，呼吁各国依次监测，而且避免伤惊吓。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这美国媒体 CNN 的创办人泰德·托纳已经过身，伊是食到87岁。伊伫1980年开创全球头一个24点钟的新闻频道，也就是讲，伊是媒体界一个传奇人物。另外呢，伊嘛是一个慈善家，伊有捐10亿的美金予联合国。即马听到伊过身的消息，就连美国总统 Trump 也有刊文来表示哀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泰德·托纳初6传出过身的消息，食到87岁。批名是南方大炮的托纳，出世伫俄亥俄州，后来伫亚特兰大做生意，是美国媒体界上有争议嘛上勇敢的先锋。伊对老爸广告扛棒生意开始做，了后甲亚特兰大电视台买落来，而且伫1980年创立 CNN。伫迄当阵，互人笑讲是低成本而且看无够重的鸡汤面网络，无想到煞开始24点钟即时新闻的时代。托纳做人真阿萨利，想啥讲啥。伊知影伫商业电视体制之下，趁钱甲影响力才是新闻部门生存的关键。New kid on it,
the whole network philosophy, all this BS about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n't what carries the day in these news departments. It's dollars, and dollars translate with ratings. 除了伫媒体界划水的跟党，托纳也是一个慈善家。伊伫1997年宣布捐10亿美金予联合国，用来支持全球健康、和平甲人权。予联合国基金会成立，就算托纳后来甲电视网卖予时代华纳，予伊讲失去公司控制权是一个错误。也毋过伊伫环境保护甲外交的投入，煞互人看做是伊留予世界上珍贵的遗产。 He helped expand our reach and mobilize our partnerships, drive action on many of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global health to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托纳食老受到6亿实体失智症的困扰，有较少出来。伫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伫社群平台大文特念，讲托纳是公报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伊的老朋友，而且讲伊食老的时看到亲手创立的 CNN 走错去，真伤心。 托纳丰富的一生，看新闻、体育甲土地开发，毋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佫较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见证历史的梦想家。公司新闻邓伟林编译。经济消息来看，这台股早盘是冲过42000点，台积电也创新高，要起到2345块。不过即马呢嘛，因为这股票大起，所以一寡投资客就用这股票去贷款。最近开始有部分券商规定，这一天上济时间来当贷款来借10万尔。金管会是表示讲，其实因并无介入，国内金融机构拢有家己风险的评估甲限制。 美国四大指数收盘冲起哩悬点，台股初市搁再创新高，开盘41259点，早盘盘中一时冲起哩上悬42156点，头一摆徛起哩4万之，随落来依次高点的震动，科技股带头起，中研大港的龙头台积电开盘了后，随冲起哩2345块起95块，市场投资是愈来愈加野，不过各界也关注市场上过加野的风险。初市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金管会 主委潘金良表示，台股市场毋是无基本面天条咧，另外无论安怎发展，一定会转来基本面。金管会也会伫合宜的时机发挥主管机关的监理行为。现贷缩水到10万，而且借新还旧变禁止，有没有这回事啦？规定在这边，我们不会对日常营运活动 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细致的指导。证券公司再去跟人家要融资买进符合资格人，刚才讲说我没有额度了。那有些人愿意做得多，再来他自己有自己的风险防控机制。市场也有投资人透过股票质押操作杠杆，进前也有券商传出较大的额度要缩开。 包含过去互看做是股票质押龙头的元大证金，也证实即礼拜开始每一天质押借钱的金额限10万块。不过有缘提供借新兴具的服务，互市场关注，敢是提前预防崩盘断头的风险。 这些所谓的质押的金额，5月中呢，基本上已经突破6700亿大关，也是创下史上新高，4万点，可能3%就是1000多点，1、2000点的波动行情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不要过度的冲昏头，而是好好做好资产配置的选择。我想对于券商来讲，他们也是呢适度的把资金收回。金管会解说，目前全部券商的融资总额平均，干那到净值的1.59倍。 法定的上限净值是4倍，也未到紧绷。金管会无加限制。专家是认为讲，市场风险的波动变大，也提醒投资人应该注意关卡的安怎走，避免质押的钱拿袂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由中央参台南市政府共同推动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初次伫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正式来启用啊！这座基地内底呢有上届先进的室内练习场，未来这个手要练习，免搁再烦恼无场地啊，会当专心来替台湾争取公营。 伫老家破声，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长台南市长和各界代表做会丘安部，宣布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座基地对规划到落成，经过10冬，总算完成。未来会由国训中心参棒球协会联手营运，整合国家资源，嘛代表台湾的棒球培训进入新时代。继续的推动总统的愿景，就是不只是把 我们的训练基地，国家训练基地呢，甚至我们把它提升到亚太训练基地，为台湾以棒球来推动我们的外交，好好来营运。那对于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对这个场地的充分应用，
还有对台湾的棒球运动，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训练基地内底设备真周全，园区包含新棒主副球场、2座小棒球场、甲3座练习场。另外，园区内阁设有独立的封闭式训练空间和练讲球的场所，彻底解决过去代表队要练习煞找无场地的问题。未来的青棒、成棒，还是我们未来国家代表队，都能够在这边来成为我们跟棒协、我们运动部跟棒协，还有我们这个台南市，我们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它从地方的这个棒球训练中心成为国家棒球训练中心，为国家培植这个新一代的3级棒球的这个优秀的选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市府强调，这座球场唔但是培养国家队的所在，更加是全体市民的财产。未来无论是和职棒球团做来用，也是委外经营，市府拢会坚持以大家拢好的原则，发挥上大的效益。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会当让优秀的选手伫这个所在甲功夫练好好，继续伫国际舞台替台湾争取好的成绩。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公司的董事甲干事呢，即马还无一个定论。哪位罗志强是以修正通过的公司法来汰掉现任的条款，认定这欧冠辉呢已经是前董事长，要求伊就要离开。欧冠辉是表示真遗憾，因那文化部长李婉伊是随提出抗议，讲这在野党甲董事长赶互走，佫无要互人成立新的董事会，安尼这问题根本就无通好解决。陈辉哈。可能要麻烦您先离开我们的这个立法院，你是前董事长。文化部甲移民教育文化委员会报告业务甲孙达，公司董事长欧冠辉甲公共集团成员列席才开议。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以停事问题要求欧冠辉离席。罗志强讲，公司法已经甲现任条款汰掉。欧冠辉是前任董事长代理主席，国民党立委罗廷伟请欧冠辉离开。欧冠辉行出议场了后，表示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不过表示遗憾。法理的基础上，同时也是为了公视发展的一个权益以及全民的权益所做的一些相关的作为。那有这样的情况，当然是蛮令人遗憾的。欧冠辉强调，考虑公司发展甲全民权益，董事会所做的相关动作是伫法律基础上引用财团法人法运作。文化部长李婉随后孙达时表示抗议甲遗憾。我首先非常抗议胡董被赶出去，因为他目前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因为按照台湾法人法，在新的董事还没有成立。没关系，你先回答我8位理事，我那个部分是我们的程序问题，已经既成事实。你先回答我8位审查委员集体辞职。OK， 这个创下我们公共电视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案例。李婉强调，过去公司捌2届任1000工才产生家己的党干事，因为制度本身互相背隔，希望伫家己的手头转来到制度本身。审查委员代表社会公正人士，是安怎爱转来听政党的指挥？至少我们社会还有制度，还有公平嘛？这个道理很。部长加油！李婉讲，甲董事长赶出去，新的董事会阁无要互因成立，到底是要安怎？那行政院已经去函立法院，且在野党阁再派8个审查委员，家己的真愿意嘛真有诚意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伊美集团爱尔利呢发生甲人偷袭的事件，即马专案互人亚空出来了后，安装监视设备的厂商即马哪像是有收到指示，所以赶紧去拆这中部以北全部各分店的监视器的主机。有被害者今仔日出面批评是无通好接受互人偷袭，所以会追究到底。我觉得监视器放在整间我可以接受，就是有医师那个咨询的整间，然后如果你真的在咨询过程中需要多一次的话，就是大家联系，就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治疗是这种，就是没有办法。目前诊所反映呢，他是说有些诊所是说他不在这个名单内，他认为说他没有出示，但在刑事侦办上真的有架设针孔摄影机的话，那其实诊所都要负场所管理人的责任。
因为这个偷袭的案件已经引起关注，检警呢初六是去敲找新北市4间分店，而且佮拘提这个集团的创办人尚如山，也佮有姓张的特助，也佮有这个姓郑的厂商3个人拢到案。同时也来约谈这姓刘的总经理。检方伫复审了后，是甲尚如山等3个人，照这妨害秘密，也佮有妨害性运输等罪嫌，甲伊升压。也那姓刘的这个总经理是500万交保，法院是预计今仔日下晡2点半就会开羁押庭。另外来看，这台北市府是来针对人较侪的西门商圈的，对6月初1开始，就要全面拢来禁婚啊！要来宣导这食婚的民众，就要去到指定的场所。当时基金会是表示讲，这 WHO 呢提醒要推动无婚的环境，就要由内到外，先做这室内全面禁婚，再去推动到室外定点食婚。台北西门商圈因为人侪搁捌，二手婚四界团风险悬。台北市府为着达到无婚城市的目标，对6月初1开始，西门商圈要全面禁婚。沿途的菜牌仔提醒要食婚要到指定的区域。台北市搁打造3大负压式的食婚区，要甲食婚甲唔食婚的人分流。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2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信义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必须要全面禁烟，当然这一点台湾其实还没有做到，而且他们反对设置任何形态的密闭吸烟室，在户外采取定点吸烟区的一个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5月是宣导期，6月会开始取缔，希望会当予唔食婚的民众伫室外公共空间较袂受到婚的影响。各局处会结合日常巡查，各有重点的时段宣导甲稽查。这个负压式的食婚区是台北市头一个创的。另外，最近阁有部分民众反映伫街头看到鸟鼠的问题。初七透早，台北市包含卫生局、环保局等局处进行台北市鸟鼠生态即卖状况检讨甲防治计划，市民会当向市府申请协助家家户户来预防鸟鼠。在全面性的投药灭鼠措施，那并在加强住宅及各类的公共场域，包含餐厅、饭店、小吃摊、市场、食品工厂等的环境整顿。为着防止旱獭病毒透过鸟鼠传出去，台北市府2月初成立跨局处联络机制，针对环境转药啊，加强派人清洁消毒、清掉炭病源，也制作防疫的图，宣导防疫的资讯，希望会当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东北角风管处呢，伫宜兰永定海沙堡的凤凰那来设一个滨海夜站，要来推动孤山看日出。也毋过，这个夜站呢是11点才开门，这日头早就已经出来啊。在地人讲安尼做呢，要来推动观光，其实是无啥意义的。风管处是表示讲，会甲业者来协调解决的办法。坐伫咖啡厅内欣赏壮为永定海堡的美丽风景，这座滨海火车站由东北角风管处造作，是最近宜兰县内上新上红的景点，游客是真介意。不过地方反映，火车站的开放时间甲方式限制伤济，因为火车站外包号咖啡厅经营，民众敢若会当透过抽号码牌啊，才会当入去2楼，甚至楼尾顶欣赏美丽的海景，而且还有上低消费的限制。你在没有轮到号码之前，他们只能在1楼等。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浪费的地方，这理应是一个公共设施，是一个公共建筑。11点开园，可是早上要看日出的时阵，是不是能很早，对不？啊，他经过这个楼梯才可以上去，啊，结果旅客来看到都。那信息都没有，就走掉了。地方嘛反映，滨海火车站每天11点才有法度开门营业，等于早起的时间，民众拢无法度入去，失去火车站推广南洋北景加孤山日出美景的意义。互人观光看日出啊，看龟山岛啊，即马煞变做红做生理所在。啊，要来看日出的人，甲看迄个龟山岛，哦，看海景，煞变讲入去，我入门票200。因为这个是业者他的营业的自己的规划啦，那要他早一点开门，可能这跟人力调度啊，他早上开到晚上开到几点，这可能都会有整个相关。地方希望火车站会当提早开放，以及解决开放限制伤济的问题。东北角风管处表示，火车站便所的部分已经请清洁人员协助提早开放。啊，若入去车站内面，因为牵涉到业者经营的规划，是不是会当提早开门，也搁爱协调。记者综合报道。
又搁有人要防诈骗啊！这是台中的警方咧接到一个通报，讲有一个查甫囡仔伫咧超商哪像有异常领钱的情形。这警方随到场甲盘查，查甫囡仔是指出讲伫咧社群平台有看到大文，讲有人是为着要来庆祝成功有薪，所以要免费来送80支手机啊。毋过得爱先付3万块的保证金，加在落尾有互警方甲抓落来。或者是指出讲，这家长应该得爱注意囡仔使用3C 的状况，而且得爱适时来甲因约束，避免类似的情形。这个查甫囡仔领钱了，随后警察抓落来。你现在几岁？12岁。12岁啊？你刚才领钱哦？对。查甫囡仔只有12岁，摕手机互警察看伊的画面，表示伊看到社群顶有人为着庆祝有薪，要免费赠送80支高阶的手机啊。不过需要先支付3万的保证金，事后会退钱。伊随摕妈妈的领钱卡去领钱，伫警察扣分了后，才知影这是骗局。它上面写有那个等下从下面开始。啊，我知道，你应该是准备要被骗的了。对方要求先支付保证金后才能获得商品，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会跑，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8岁以下儿少互人诈骗的人数，伫这5年内雄增加3倍。手路大部分是利用少年人对手机网络的内行，甲意内来达到诈骗的目的。亲像一页式的网站，也是发送隔音片甲免费赠送，不过会要求爱填个人的资料，也是支付保证金。学者表示，家长对处理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的状况，爱提高警觉。他重点不是在于他为什么那么爱用手机，他应该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网络世界他是有一些期待，那有可能是在网络世界里面的同侪。那所以其实家长要全面监控，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是可以跟孩子共同讨论选择，还有包括是说，回家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手机配吃饭？学者表示，若使用禁止也是强硬的手段，可能会引起更较大的反弹。建议把电子产品当作亲子开讲的话题，观察囡仔的情绪甲行为，再个用约束的方式，才会当确保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动保团体接到一个通报，讲有民众咧伫一间套房内底，哪像是不当来饲10多只的猫仔。那环境是真垃圾，而且四界全部拢臭味。这猫仔呢，拢生活伫咧粪扫甲因的排泄物当中。尾仔经过了解，才知影讲这猫仔的主人伫咧4月底的时阵出车祸住院，所以这的猫仔全无人照顾。动保团体目前已经将猫仔送去到动保所啊。用电钻破坏壁堵，总算把条地内底鸟救出来。套房内除了涂骹，甚至连面床顶四界拢是鸟屎，环境卫生真无理想。新竹县动保团体5月初4接到通报，讲哪像有人饲10多只鸟仔咧套房，佮无好好照顾。动保团体新竹县动保所实际来到房间内，就发现有的鸟若无物件食，有的已经咬到咧啉马桶的水。我们进房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这个猫正在喝这个马桶里面的水，那房内也确实没有干净的饮水，跟完全也没有食物，所以可能他们都非常的饥饿。然后就是有救援出其中一只猫，它在呕吐物里面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虫。根据了解，这鸟的主人是65年厝的男性，拢总饲14只鸟。鸟的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了，因为去住院，房间内的鸟就安尼无人照顾，才会无水、无物件通食。事主他因为车祸，然后4月25就住进了医院，但是后续到5月10号都没有进行喂猫，然后我们立即将猫只进行救援。那现场的房间相当的乱，然后里面的跳蚤的浓度非常高。针对事主没有能力照出这群猫，然后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那饲养猫只不良的环境，然后也可能有严重致死之虞，那我们将会采取动保法，然后进行将猫只没入的动作。动保所指出，经过检查，这鸟因为环境垃圾，佮加上长时间无人照顾，身躯顶拢已经出现皮肤病，先由动保所安排后续的治疗佮安置，嘛拍算对鸟的主人照动保法进行处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去年寒人因为这雨真少，所以今年这龙眼参内枝呢花嘛开了无介好，嘛影响到笔的收成。伫咧彰化这农民是表示讲4月初咧加笔的时，佮拄着落雨，嘛互这采收期提早结束。也那县政府农业处估计，今年这笔的产量恐惊敢若剩去年的2-3成尔。原本这个时阵爱有高粒仔的奶枝丛，却敢若透红无开花，这是因为去年寒冷，温度偏悬，欠雨水，地区彰化县奶枝丛甲龙眼丛的花开少，嘛因为台湾蜂农大部分拢咧奶枝丛甲龙眼丛放蜂仔采蜜，所以连带影响蜂农的收成。今年花开了无讲介好，大概差不多3成左右，佮拄着清明节落雨。连续落几啊天，尾啊龙眼花咧开时落大雨，就会影响到，花嘛拍了去，就提早下课啊。蜂农表示，今年原本就因为奶枝、龙眼开花无理想，影响收成，要采收加蜜的时，佮拄着落雨，嘛互采收期提早结束。奶枝蜜参去年比起来减少4成，龙眼蜜剩无1成。农民就讲，极端气候互饲蜂的挑战愈来愈大。即马咧照顾蜂仔是愈来愈歹照顾，一寡病虫害，一寡农药的问题。拢爱加注意安尼。今年因为雨水比较少，又碰到刚好就是蜜蜂在采蜜的这个时候，刚好这个蜜没有浮上来，所以导致说整个的那个蜂蜜的产量就减少。那以目前来估算大概剩下去年的2到3成。县府农业处表示，因为气候影响，今年全台湾的蜜普遍收成的量拢无好，但是并无影响蜜的品质。县府讲会透过评鉴建立销售平台，协助蜂农行销，提高农民的收益。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这40当前台湾的是当咧戒严，迄当阵这鹿港人是勇敢来反对美国杜邦公司伫咧当地设厂，落尾是有成功来主动开发，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个成功的环境社会运动。这纪录片《鹿港反杜邦》之后，就是咧讲迄当阵这社会运动者到底是安怎勇敢站出来的。世界上最珍贵的块木遭到无情的滥砍，被卖到日本去，变成最高级的家具。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找团体和民众做伙去咧街路来演行动剧，来到迄当阵的方圆百会抗议政府放任错森林，而且伫咧刷落来促成政府宣布禁止错天然气诺气的树林。主要伫即卖已经37档影像收录伫咧纪录片《鹿港反杜邦》以后，迄当阵是使用16米的底片在翕，经过国家电影和影视厅文化中心所谓修复了后，册落第一摆放送。那我想我们当做一个历史的补课，给大家一个背景，这个大概是在解严前哈，第一个台湾的环保的社会运动哈，很大型，而且它是成功的。影视厅中心讲到戒严进前，台湾第一个成功的环保社运，就是鹿港反杜邦运动。团体和居民行起伫街路，反对美国杜邦公司来设厂。参领抗争运动的教师连锡林和罗斯角，接落来是持续行社运这条路在对抗体制。导演讲，迄当阵都真希望记录这阵社运工作者真实的处境。基于就是说，我们想要认识是哪一些人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一切，然后就投入了这一个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这些工作。帮助修复1980年代后期16米的底片，工作人员嘛到场来看纪录片，因成功互30-40年前的社会运动，佫一摆透过大荧幕，互大家看到，伫大家真大声的抗议声内面，为因捍卫家乡和土地的精神，透过这支片永远留存。记者综合报道。美伊战争即马有大进展啊！风声这双方呢是当咧透过巴基斯坦协调来讨论一份有14点的停战备忘录，是正式来结束这波斯湾冲突的基础的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伊也公开表示，过去24点钟来这美伊之间谈判甲真顺利，有可能会当达成协议。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根据几间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当咧讨论一份14点钟战备忘录，内容有解除部分制裁、恢复波湾航运，佮有限制伊朗发展核武等议题。若是协议有成，会启动30天的协商期。Extracting the uranium from Iran. Yeah, we're gonna get it. How will
华尔街日报引用伊朗官员的报道，双方当咧讨论的方案之一是伊朗先暂停浓缩铀活动12到15天，了后才允准伊朗甲铀浓缩维持伫3.67%的低浓度水准。目前伊朗已经储存大量浓度高达60%的浓缩铀，一般认为会当制造核武的武器级浓缩铀浓度需要到90%。伊朗外交部表示，德黑兰当咧检视美方的新提案，预计2天内透过巴基斯坦正式回应。不过，伊朗半官方媒体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美方的条件有一寡真过分，阁不实际。伊朗当局已经对部分内容表示拒绝，不过也未进一步说明细节。伊朗首都德黑兰初六暗时出现大规模夜间集会，几若千人组织伫已经过身的最高领袖哈米尼纪念地4科维亚。亚伊朗国旗甲领袖肖像画拍倒以色列顶口号，展示支持伊朗政权甲军方的立场。تهران جرأتشو نداره چون ما خودمونم یه ابرقدرتیم و دیگه فکر نمی‌کنم به ما حمله. 伫市场预计美伊可能特别停火了后，美国特勤工业指数大起612点，搁再油价要大落超过10%，一桶无到100块美金，创下4月下旬以来的新低。了后搁豆豆起登去。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再来看即马以色列甲黎巴嫩虽然讲已经达成停火的协议，也毋过以色列初六的时呢，煞过来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那黎巴嫩也随针对边境的以色列来发动反击。当咧停火期间，以色列煞伫咧初六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发动空袭。这是4月17停火协议起稿以来，贝鲁特头一摆起予以色列攻击。法新社报道，这摆行动是经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还有国防部长卡兹批准的。目标是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作战指挥官。甲真主党行真歹人士就透露，去互点名的贝鲁特指挥官已经互枪杀。也那以色列军方甲真主党也未证实。停火协议起稿以来，以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协议。黎巴嫩的国家媒体报道，以色列这摆空袭对南部地区厝还有基础建设造成真严重的破坏。真主党嘛发声明表示，已经对边境城镇内底以色列军队还有车辆采取报复的行动。另外，发生伫5月初，一个穿以色列军服的士兵伫咧黎巴嫩国内，甲点倒的烟放伫咧圣母玛利亚雕像喙边。这张相片初六伫咧社群媒体流传了后，互大家足想。以色列军方对这件代志回释了，而且佮讲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部队的纪律观。调查了后，会甲这个士兵处罚。以色列和黎巴嫩一直发生冲突，联合国呼吁保护公民甲基础建设，而且对起互攻击的黎巴嫩医疗人员和医疗设备拢只唔甘，而且嘛讲以黎战火会加强人道危机。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so far recorded 151 attacks on healthcare, resulting in 103 deaths and more than 230 injuries, including 5 attacks since the ceasefire announcement on April 17. These incidents undermine people's access to care and place both patients and frontline responders at serious risks. 黎巴嫩总理初六强调，黎巴嫩无求甲以色列变正常，不过希望会当实现和平。若那坚持停火，嘛会变作是未来可能伫美国进行新的一轮以黎谈判基础。黎巴嫩上加要求就是以色列制定军队退出黎巴嫩南部的时间，同时黎巴嫩嘛会继续推测武器统一管理的计划。公司新闻新录过编译。来看已经过身的大名星 Michael Jackson， 伊的电影呢，伫咧全球是来创下这上界长的首映的纪录，而且这部电影是找这 Michael Jackson 的孙仔来主演，大家拢学了讲，美术是共一个模仔印出来的。已经过身的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电影，找伊的孙仔 Jafar Jackson 来搬。互网友讲，根本就是一个模仔印出来的。With that, I wanted to go into it, not leaving any stone unturned. So focusing on everything, all the little details, the little nuances with the performances, the off-camera things, you know. So doing all of that.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伫咧电影开始放送2天了后，美国串流平台放送量飙起哩140%。电影预告片这条。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伫美国串流平台的放送量2天了后，嘛飙95%。这个80年代的 superstar 到今要是唱甲抓袂牢。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是咧讲，伊甲伊的亲兄弟组一个 Jackson 5， 互人发觉到伊唱歌真厉害，还佫有跳舞的天赋，就安尼开始伊的音乐之路。
电影是用温暖、快乐的氛围，观众嘛，互这个电影97%平均分数，真好的赞声。不过影评人的平均分数却敢若38%，因为因普遍认为电影的故事太过简单，挑一个写迈克上有争议性的片蛇，还有 Me Too 的法律诉讼。导演安东尼·法奎都有承认，这个情节确实压力真大。不过重新思考了后，决定先把重点放伫咧迈克本身，不是一口气就把所有的代志拢点出来。I think Michael's legacy is important to keep alive. I think any great artist like that that's given us so much, we should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it. And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at. 也若是唔是有可能有第2集、第3集的？安东尼·法奎讲，若是有档期会当配合，伊当然希望会当继续搁翕。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这 AI 技术这几年来是直直进步，应用的层面呢嘛愈来愈宽，不过嘛引起真侪争议。美国的大明星泰勒斯，伊就甲伊的声甲伊的影像来申请注册商标，避免互 AI 来甲假造。美国流行天后泰勒斯人气蹭甲抓袂牢，世界巡回演唱创下无人通比拼的票房纪录。不过伊的相片甲声音却互侥幸失德的人利用，大量出现伫 AI 生成的侵quyền内容内底。为着防止这种情形恶化，泰勒斯24日向美国智慧财产主管机关提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包括2个声音档甲一张家己穿金色式裤身衫、手提粉红色吉他的经典相片。伊的律师表示，过去歌手主要靠著作权法保护音乐著作。此时 AI 技术却会当伫无复制原始录音的情形下，生成真假难分的全新内容，正法律空旁。所摆申请商标注册，希望通弥补这个缺口，提供加一层的保护。像时 AI 科技嘛，红运用伫考古领域，出名的庞贝古城伫西元79年，互火山喷发砍过去，真侪人袂赴走。考古学家后来伫庞贝城外口的别庄附近找到2个罹难者的遗骸。头一摆利用 AI 演算 3D 扫描建模甲相片整修技术，将其中一个查甫人在生时手提灰仔硬拔，保护头部想要逃去海边的场景，重现互世人。迄阵后壁火山当咧爆发，火山就向伊飞过来，这个查甫真惊吓，身躯顶载一个灰仔油灯，10个当白，尾再挂一个铁环，伫满是石头的路林管公走，目一年就是生甲死。Credo che si tratti di uno strumento che in futuro sarà sempre più importante non solo per affrontare la vastità dei dati che emerge a Pompei e in altri siti, per tutelare un patrimonio fragile e esteso come appunto la città di Pompei, ma anche per raccontare un patrimonio molto articolato, molto ricco, un pubblico sempre più diversificato. 帮 AI 福气，未来的人对这场浩劫、各有类似危机的生成甲演变，会有更较深的认识甲了解。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乌、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毋过恒春半岛会落一寡雨。过到东半部，大台北地区甲其他山区会落短暂阵雨。然后暗时开始，东部甲东南部地区嘛是会落短暂阵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重会。